咁青光眼啊已經成為咗導致失明嘅主要原因嚟㗎啦。咁有眼科嘅學會嘅數據指出，咁大約23%嘅失明病例係同青光眼有關嘅。咁青光眼啦對大家嘅影響真係可以話係不容忽視啊！特別咧就係喺高危嘅人群當中，年紀啦同埋家族病史咧就係主要嘅風險因素嚟嘅。咁每年嘅3月嘅第2個星期啦，咁就係世界青光眼週。今年特別關注視神經保護療法嘅發展，探討點樣去減緩視神經退化，幫助患者咧係維持視覺功能㗎。營養100%今集咧會請嚟營養師 Sophia 同大家講講青光眼嘅話題。每年嘅3月6號咧就係屬於世界青光眼日。咁接落嚟嗰一個星期咧就係咧叫做青光眼週，全球各地咧就會有唔同嘅地方啦，都會做一啲咧教育推廣，係教大家點樣去預防青光眼。咁青光眼咧其實係全球嚟講咧係致盲嘅眼疾，係排第2位㗎。咁所以佢咧嘅症狀咧通常好多時候咧都因為係唔係好明顯，所以就好容易會俾人忽略啦。佢哋可能只係有時會覺得啦，眼球會有啲脹痛感啊，有時視力唔係好清楚，咁就有機會以為自己係因為疲勞咧而導致呢啲問題。所以好多時候啦，就係因為延誤咗治療啦，咁變咗咧就係到發現嘅時候咧已經咧視力比較差啦。所以青光眼咧亦都被稱為咧視力嘅小偷。青光眼嘅成因啦，就係主要係眼球入邊嘅液體，俗稱叫做房水咧，冇辦法咁正常排出嚟，咁就會令到咧我哋嘅眼球眼壓升高啦，咁就會壓迫到咧眼球後方嘅視神經，就會令到我哋視神經受損。患者咧通常會感覺到咧就係個視野咧會變得越嚟越狹窄，到最後咧甚至會導致失明添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話真係出現有青光眼問題，我哋會點會知道呢？其實最明顯嘅一個症狀咧，就係你慢慢會開始覺得視力模糊，眼睇到嘅眼界咧就會變得越嚟越窄，然之後咧就係會明顯感覺到咧你嘅眼球係有脹痛感。當呢啲症狀都出現嘅時候，就一定要及早就醫啦。咁但係你話咩類型嘅人群係特別容易有青光眼嘅呢？有嘅喎。第一個類別就係本身你屋企咧係有青光眼嘅家族病史，咁你係特別要注意㗎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女士嘅族群咧係相對會比男士咧稍為略高一點點，咁所以女士們就更加要留意啦。咁而咧有一個好值得要知道嘅一個症狀就係咧，因為而家都好多人咧會戴眼鏡有近視問題啦，近視嘅度數越深，將來罹患青光眼嘅機會咧亦都會變得越高㗎。咁例如，如果你話近視度數咧超過600度嘅朋友咧，就一定要特別注意我哋眼睛嘅定期檢查保養啦。咁而另外啦，慢性病糖尿病患者咧就特別要留意啦，因為糖尿病嘅併發症咧，會有一種咧我哋會叫做糖上眼嘅症狀。糖尿病患者本身咧，佢哋嘅眼壓咧係會比較高嘅，咁所以咧佢哋咧比一般正常人群咧罹患青光眼嘅機會咧係多2至4倍。咁如果你話我都唔係呢啲朋友喎，同我哋有冇關係呢？咁就要翻回歸到去咧年齡嘅問題啦。年紀大嘅人咧患青光眼嘅機會咧就會逐步提升㗎。過咗40歲之後啦，其實我哋嘅眼壓咧已經咧會增加5到10%。所以當我哋咧如果咧年過40咧，就最好定期咧要做一啲眼睛檢查咧，去 mon 住呢個情況啦。要保護好我哋嘅眼睛，除咗少啲用一啲咧電話啊、iPad 呢啲產品之外啦，咁其實咧有一啲營養素咧都可以幫到手㗎喎。咁首先啦，第一個咧就係維他命 C 啦。維他命 C 咧就可以保護我哋視力啦，主要就係有一個咧抗氧化嘅作用，防止我哋嘅視網膜咧受到紫外線嘅傷害，亦都防止咧晶狀體老化。咁佢可以咧增加我哋眼睛裏邊啦一啲細小血管嘅彈力，幫助我哋修復一啲細胞，咁從而咧就可以增加我哋眼球嘅健康。咁而第二樣咧就係維生素 E 啦，維生素 E 同維生素 C 一樣啦，都係超強嘅抗氧化物嚟㗎。咁佢可以啦幫助我哋清除眼球入邊嘅一啲自由基啦，亦都可以幫我哋維護眼球嘅細胞健康，促進我哋眼球入邊嘅血液循環同埋延緩衰老。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多啲攝取呢種類型嘅營養素咧，仲可以促進眼球嘅微循環添。除咗呢個之外啦，喺植物營養素嘅層面咧，花青素亦都係一個好常見攞嚟幫助我哋保護眼睛嘅營養素嚟㗎。
花青素咧主要咧就係佢可以促進眼睛嘅視紫質嘅生成，咁佢主要咧就係攞嚟穩定眼睛咧嘅微血管啦，同埋增加嘅內循環。另外啦，花青素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種抗氧化劑，可以減少自由基對我哋眼睛嘅傷害，可以有效咁樣預防青光眼啦、白內障啦同埋黃斑部退化呢啲咁嘅問題。咁仲有咧就係葉黃素啦，葉黃素好多人都知道，主要就係我哋黃斑部嘅一種營養素嚟㗎。葉黃素充足嘅話咧，我哋黃斑部退化嘅速度就會慢一啲啦。咁對於我哋咧睇嘢啦、成長啦，有冇黃斑部退化嘅問題咧，都係非常之強嘅預防作用。咁再嚟咧，仲有一種咧就係蝦紅素。蝦紅素嘅作用喺身體咧，主要就係輔助葉黃素嘅功能㗎。咁佢同時咧，亦都可以有抗氧化嘅作用啦，可以幫助我哋咧放鬆我哋眼球周圍嘅一啲肌肉啦，增進我哋嘅眼球嘅對焦嘅能力。咁個視力會清晰一啲咧，就冇咁容易咧會因為咧視力變差咧而導致咧拉得太緊張啦眼球。咁亦都可以幫助我哋預防眼睛嘅疲勞添。咁所以其實上述呢一啲咧都係有助我哋咧保護我哋眼睛嘅營養素。不論今日係未有青光眼嘅問題，如果我哋想眼睛健康嘅話咧，其實呢啲營養素咧，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邊咧都可以多食一啲㗎。